李小龍點解會改變世界對香港嘅印象？喺李小龍出現之前，世界對香港嘅想象其實好模糊。對好多外國人嚟講，香港只係一個遙遠嘅亞洲港口城市，或者係殖民地背景下嘅轉運站。但李小龍出現之後，香港第一次成為力量、速度、智慧同自信嘅代名詞。李小龍改變世界對香港嘅印象，唔係因為佢只係一個打得好嘅人，而係因為佢代表咗一種全新嘅亞洲形象。第一，李小龍打破咗西方對亞洲人嘅刻板印象。喺60、70年代，荷里活入面嘅亞洲角色，多數都係配角、弱者，甚至係笑料。亞洲人被描繪成唔夠強、唔夠主動、冇主導權。但李小龍一出現，就完全唔同。佢嘅動作快、狠、準，眼神堅定，身體語言充滿自信。佢唔需要討好任何人，亦唔需要被拯救。佢企喺畫面中央，世界要跟住佢節奏行。呢個畫面對當時嘅西方觀眾嚟講係震撼嘅。第二，李小龍令香港同功夫畫上等號。以前功夫只係中國文化嘅一部分，對外國人嚟講好陌生。但李小龍將功夫變成一種全球語言，直接、實用、有哲學、有美感。而最重要嘅係，佢嘅電影背景、製作同風格都深深烙印住香港。街道、樓梯、天台、碼頭，全部都係香港式空間。世界第一次透過電影見到一個真實、充滿能量嘅香港。第三，李小龍唔只係動作明星，佢仲係思想輸出者。佢講以無法為有法，以無限為有限，講自我突破，講唔被框架限制。呢啲思想對當時嘅年輕人，尤其係少數族裔，產生巨大共鳴。佢令世界知道，香港人唔只係工人、商人，亦可以係思想者、創造者、改變者。第四，李小龍影響咗之後幾十年嘅文化輸出。冇李小龍，就未必有香港功夫片稱霸亞洲。冇李小龍，荷里活對亞洲演員嘅想象會慢好多改變。冇李小龍，世界未必會咁早意識到香港文化嘅獨特性。對香港人嚟講，李小龍更係一種精神象徵。喺一個地方細、資源有限、身份複雜嘅城市，佢證明咗唔需要等世界認可你，你可以直接站出嚟改寫規則。所以李小龍改變世界對香港嘅印象，唔係因為佢代表香港，而係因為佢用自己令世界開始認真看待香港。